后来过来，这件是中国的配偶爷爷，因为发表着武力统一的言论，互咱的政府取消居留许可，送返去中国。伊验证45天了后，搁来打出着新的影片，讲伊去互抹黑，搁点名内政部长刘世芳利用公权力加政治迫害。伊讲伊一定会堂堂正正搁回来台湾。刘世芳回应讲，政府已经完成行政处分。不管什么人到台湾触犯着法律，都是依法处置，无模糊的空间。这是我离开台湾后第一次打开镜头。真正因为发布武统言论，中配爷爷叫取消居留许可，登去中国，连1个月亏，过来播影片讲心内话。孩子们在台湾，每次听到依依和哥哥们在视频里面问我：“妈妈，什么时候接我们回家？”我要用行动证明。海峡再宽，宽不过母子连心。透过镜头，除了讲出对囡仔的思念，嘛不免叫人乌被抹黑，认为这一切拢是政治迫害。佮点名内政部长刘世芳、内政部长刘世芳施压移民署，对我进行政治迫害。他们一封接一封的发来公文，他们以遣返的名义逼我离开台湾，我要清清白白的离开，将来坦坦正正的回来。我们根据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，如果是主张武力统一的话，一定会受到台湾政府的行政或是其他相关法律的制裁，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。根据相关法条，爷爷会当用探亲的名义入境登记探亲，或者是以团员经过相关机关审查面谈，伫咧台湾停留。伊咪亲像今日中会叫打警官敌对势力标签，看现现就是要提价架高，互大家看。事实上，雅雅就是中共统纵台湾的一个棋子，甚至讲到了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让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。这些的种种的言行，都让大家觉得他就是在执行中共的统战任务。武统啊什么的，这个很多都是大陆人的想法。那大家其实要比较深层的去看这件事情，不是说他实际上不重要，他讲的话实际上不会影响什么大局。爷爷强调，袂因为安尼两者会继续为两岸家庭发声。若敢会登来台湾，移民署讲，伊会当以相关法条申请入境，移民署卖依法受理，卖含流议会等等机关讨论过，决定敢有被允准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